我叫 Fiona，咁我今年就啱啱60歲，好耐啦。我諗起碼即係冇咗隻牙，起碼有十幾廿年㗎啦。有時太硬啊，或者某啲太韌嘅嘢都唔夠膽食啊，咁就係咯，一直都冇去搞佢，因為香港太貴啦。年紀開始大咧，驚第日再大啲咧，食唔到嘢要食流質咧，都好怕咯。因為如果你食得流質嘅嘢，變咗你好多嘢食唔到咧，你嘅影響健康嘅，所以就決心做埋其他咯。喺度種咗5隻，之前喺另外一間嗰度做過。咁如果兩間相對比咧，我覺得呢間俾我感覺更加舒服啲，安排得都比較好。因為之前嗰間就啲衛生環境都冇呢度好咯。醫生個技術都非常好，都好純熟嘅啲手勢嚇，令到我覺得種牙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咯。一路而家好多人都做啊，咁我哋做完之後都覺得原來個感受都唔係太痛嘅嚇，感覺都非常好啊。之前嗰間又唔係話好差嘅，但係真係冇對比就冇傷害咯。即係換咗呢間之後咧，覺得性價比再高啲咯。即係唔好講價錢方面，舒服咯環境，因為佢有好多休息室俾你休息啊咁樣咯。即係你可以譬如等候嗰陣時都唔使話攏埋一堆咁多人嚇，佢有啲空間俾你撳，即係好多地方俾你休息啊。譬如俾你睇電視啊，俾你自己按摩啊咁樣都有嘅，即係好特別咯，同香港係完全唔同嚇。同埋隨時如果只係自己真係好唔得閒咧，都可以改時間啊。因為我哋有時話唔埋有啲突然間有啲事嚟唔到咧，佢都好樂意咁幫你改嚇。所以我一路都有介紹朋友嚟嘅嚇，都希望朋友得到啲比較好啲，又唔係太貴嘅服務，又可以覺得感受舒服啲。自己做過自夠膽推薦俾朋友咯。如果唔好就唔想俾朋友，因為都費事俾朋友話。植牙係真係值得做咯。比起我哋以前嗰啲屋企即係嗰啲老人家啊，嗰啲真係幸福好多咯。而家啲人，以前啲人想做都冇得做即係我覺得啲人建議，如果趁牙肉未真係萎縮啊，即係盡快做好咯。